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呢係聖靈降臨後第9主日崇拜。今日呢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係一個風雨飄搖嘅日子。今日呢唔單止有永生堂嘅弟兄姊妹，亦都呢代表永生堂嘅弟兄姊妹呢去祝福大家。亦都當中呢有馬鞍山真理堂嘅弟兄姊妹啦，又有本會港島區嘅弟兄姊妹啊，我哋一齊參與嘅，亦都咧有網上嘅其他弟兄姊妹，我哋咧好感恩一齊咧喺呢度嘅崇拜。縱使咧係風雨飄搖嘅日子，求上主咧引導我哋嘅心，將心歸俾佢。主基督，我高舉你名字，你犧牲是那被獻羔羊，你復活在天啟擦全地，唯有你配得讚美，獻上我一切，一世願讚頌，敬拜我主我王，你滿有尊貴。願降卑道成人，在十架上獻救恩，在十架上獻厚愛。我今天藉恩典得永生，獻一生讓我跪拜苦況。我道路遇上試煉迷惑，靠恩典每天勝過，獻上我一切，一世願讚頌，敬拜我主我王。你滿有尊貴，願降卑道成人，在十架上獻救恩，在十架上獻厚愛。主基督，我高舉你名字，你犧牲是那被獻羔羊，你復活在天啟擦全地，唯有你配得讚美，獻上我一切，一世願讚頌，敬拜我主我王。你滿有尊貴，願降卑道成人，在十架上獻救恩，在十架上獻厚愛。我今天藉恩典得永生，獻一生讓我跪拜苦況。我道路遇上試煉迷惑，靠恩典每天勝過，獻上我一切，一世願讚頌，敬拜我主我王。你滿有尊貴，願降卑道成人，在十架上獻救恩，在十架上獻厚愛。我哋嘅天父，佢呼召我哋去尋求佢嘅國同埋義，亦都咧看重一切嘅珍寶，勝過世上一切短暫嘅榮耀。然而，我哋咧都要承認，我哋咧又缺乏智慧，缺乏咧喺人生揀擇裏邊應該要揀擇嘅路。就讓我哋咧靜默片刻，省察自己嘅罪，祈求上主嘅憐憫同埋寬恕。全能慈悲嘅天父啊，
你呼召我哋尋求你嘅國同埋你嘅義，看重嗰啲永恆嘅珍寶，勝過世上一切短暫嘅光輝。然而，我哋要承認，我哋確係缺少屬天嘅智慧。喺人生嘅抉擇當中，好多時我哋都係只顧自己嘅利益同埋喜好，冇好好嘅尋求你嘅心意。我哋好容易俾世界嘅價值所吸引，去追逐財富、名聲同埋安穩，卻係忽略咗你所賜最珍貴嘅恩典。上主啊，我哋嘅信心微小，面對困難嘅時候，好容易被迷惑；面對試探嘅時候，好容易妥協；面對未知嘅面前，我哋又容易憂慮。我哋亦因為自己嘅軟弱，甚至乎唔識點樣禱告，亦都冇全心信靠你嘅智慧同埋帶領。求你因為耶穌基督喺十字架嘅救恩，赦免我哋一切嘅罪，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賜俾我哋好似所羅門一樣，能夠敬畏你、渴慕智慧嘅心，又使我哋珍惜嘅福音，如同無價嘅至寶，可以甘心樂意跟隨基督，一生行喺你嘅旨意裏邊。上主啊，求你垂憐俯聽我哋嘅祈求。阿門。神啊，求你憐憫我，因我的心投靠你，在你翅膀蔭下。神啊，求你垂聽我，主你的手必施恩救贖我，憑着你豐富慈愛進你聖所，我必存敬畏的心，憑着你引導，令我走公義路徑，求你堅固我心。神啊，求你憐憫我，因我的心投靠你，在你翅膀蔭下。神啊，求你垂聽我，主你的手必施恩救贖我。主所親愛嘅弟兄姊妹，全能嘅上帝要憐憫我哋，藉住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要恕我哋所犯嘅罪，增加我哋行善嘅力量，並藉住聖靈嘅大能，保守我哋可以得以進入永生。我哋嘅上主係信實不變嘅，佢嘅慈愛必要歸於耶穌基督能夠得勝嘅身上。現在就讓我哋靠着耶穌得勝去讚揚頌揚佢。在你愛裏，我要宣告，永遠不改變。在你愛裏，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愛裏，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終打轉，是你帶領着我得勝。靠着
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縱此生要靠着主愛去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不驚怕挫敗，確實主恩更廣闊，是你帶領着我得勝。在你愛裏我要宣告，軟弱已得改變，在你愛裏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愛裏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終打轉，是你帶領着我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縱此生要靠着主愛去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不驚怕挫敗，確知主恩更廣闊，是你帶領着我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縱此生要靠着主愛去得勝，靠着耶穌得勝，靠着耶穌得勝，不驚怕挫敗，確知主恩更廣闊，是你帶領着我得勝。主與你們同在，與你同在。讓我哋咧彼此問安啊！喺網上嘅弟兄姊妹都願你哋都平安啊！平安平安平安。雖然咧可能咧喺當中咧可能喺網上崇拜啦，喺家中啦一齊參與聚會啦，上主嘅愛咧都喺我哋嘅中間，讓我哋再一次同心嘅禱告。賜人智慧嘅天父上帝啊，你曾經將智慧賜俾所羅門，使佢能夠按你嘅心意治理百姓。你又藉住主耶穌基督向我哋顯明天國嘅寶貴，好似藏喺地裏邊嘅寶藏一樣，又好似重價嘅珍珠，值得我哋放低一切去尋求嘅。求你而家藉着聖靈引導我哋，能夠領受今日所聽嘅聖道，使我哋能夠喺人生每個抉擇嘅當中，不憑自己嘅聰明，而係信靠你嘅帶領，使我哋常以基督為生命嘅至寶，可以信服，唔憑自己嘅聰明，能夠喺順境當中存感恩，亦都喺逆境當中持守信心，深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你嘅愛你嘅人能夠得益處，亦都確信冇任何嘅事物能夠使我哋與主基督嘅愛相隔。願我哋嘅信心就好似芥菜種一樣微小，亦都能夠因你嘅大能而不斷成長，結出榮耀你生命嘅果子，使教會成為呢個世代嘅祝福，見證你永恆國度嘅榮耀。我哋如此同心仰望祈求，係奉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現在讓我哋聆聽今日嘅經文引題。3章5至12節。在基遍，耶和華夜間在夢中向所羅門顯現。上帝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所羅門說：你曾向你僕人我父親大衛大施慈愛，因為他用忠信、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又為他存留大愛、大慈愛，
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皇位上，正如今日達一樣。現在耶和華我的上帝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但我是幼小的孩子，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僕人住在你揀選的百姓中，這百姓之多，多得不可點，不可算。所以求你賜僕人善於了解的心，可以判斷你的百姓，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你這麼多的百姓呢？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上帝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只求能明辨，可以聽從。看啊，我會照你的話去做。看啊，我會賜你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興起像你的。另一段引題經文：羅馬書8章26至39節。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那監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所祈求。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所預知的人，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他所預定的人，他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他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榮耀。既是這樣，我們對這些事還要怎麼說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上帝既不顧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他，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復活了，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這是上主的話。感謝上主。喺舊約嘅引題當中，所羅門因為自覺自己唔夠智慧，所以咧佢去求上帝咧就賜俾佢超越所想所求嘅恩典。而喺羅馬書當中有提到我哋有軟弱，唔知道點樣禱告嘅時候，聖靈就用佢嘅嘆息為我哋代求，亦都冇任何嘅患難使我哋與上帝嘅愛隔絕。呢兩段嘅經文都話俾我哋聽到，我哋微小軟弱，上帝嘅恩手都唔會縮回。呢份不離不棄嘅愛，超越環境嘅愛，正係我哋生活嘅力量嘅源頭。弟兄姊妹，就讓我哋同埋呢個感謝喜樂嘅心，預備心靈
領受上主嘅恩言。時空不能隔絕他的愛，因他愛我，直到萬代，世界不能阻擋他的愛，因他愛我永不更改。他的愛勝過死亡陰霾，他的愛驅走憂愁悲哀，讓主愛澆灌我們的心，喜樂泉源湧進心底，憂愁不再，我們要喜樂的生命，讓主愛充滿我們的心，生命火花燃進心底，淚水不再，我們要永恆的生命。時空不能隔絕他的愛，因他愛我，直到萬代，世界不能阻擋他的愛，因他愛我永不更改，他的愛勝過死亡陰霾，他的愛驅走憂愁悲哀，讓主愛澆灌我們的心，喜樂泉源湧進心底，憂愁不再，我們要喜樂的生命，讓主愛充滿我們的心，生命火花燃進心底，淚水不再，我們要永恆的生命，讓主愛澆灌我們的心，喜樂泉源湧進心底，憂愁不再，我們要喜樂的生命，讓主愛澆灌我們的心，生命火花燃進心底，淚水不再，我們要永恆的生命。感謝上主，弟兄姊妹亦都咧，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一齊用哈利路亞迎接福音。恭讀馬太福音13章31至33節，44至52節。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
它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他又對他們講另一個比喻：天國好比麵酵，有婦人拿來放進3斗麵裏，直到全團都發起來。天國好比寶貝藏在地裏，人發現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比商人尋找好的珍珠，發現一顆貴重的珍珠，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下這顆珍珠。天國又好比網撒在海裏，聚攏各種魚類。網一滿，人們就把它拉上岸，坐下來，揀好的放在桶裏，不好的丟掉。世代的終結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把惡人從義人中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們對他說：明白了。他對他們說：凡文士學習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的主人從他庫裏拿出新的和舊的東西來，這是耶穌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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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上主我在這裏請你派一生裏，求你引導，哈利路亞，哈利路，哈利路亞。現在請龐英傑教師宣講聖道。各位弟兄姊妹，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天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我哋每一位，阿門。突然間唔知望邊度添，因為好耐未試過錄影。其實我真係唔想錄影，因為錄影就代表住乜嘢呢？就唔能夠去親身面對面見到大家。咁但係當你聽到我呢段説話嘅時候，已經證明呢，而家係打8號風球啦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呢，都再次去祝福大家係平安啦。上主幫助我哋喺風暴裏面咧，都有佢真正嘅平安。咁咧好簡單交代下近況先啦。其實我5月頭咧已經離開咗之前侍奉嘅堂會，而家即係正在尋覓下一間嘅路向啦。咁都請大家去禱告紀念。咁咧我哋今日睇嘅經課咧，咁就係有幾個比喻啦。咁我哋首先咧，先去睇一睇嗰個經課嘅聯繫啦，係點樣嘅先？咁啊，所以大家要留心啲聽，同埋咧最好就算屋企咧都能夠可以放低手頭上面嘅嘢，拎住本聖經去睇嘅。咁我哋今日咧呢個嘅經文啦，係耶穌講咗7個比喻嘅，喺13章嘅裏面。咁我哋其中今日會講嘅比喻就係咧，芥菜種同埋麵酵嘅比喻啦，亦都有藏寶同埋尋珠嘅比喻，亦都有呢個嘅撒網嘅比喻。呢幾個嘅比喻裏面呢，
我哋可以先將芥菜種同埋麵酵嘅比喻係分作一組嘅。點解呢？因為呢度講述咗耶穌佢話天國咧就好似最初嘅時候係點啊？好似芥菜種咁樣唔起眼，但係咧最後尾會變成一個係巨大嘅國度，比佢自身本身係超出咗幾千倍咁多。咁如果我哋對比咧之前耶穌所講嘅比喻啦，一個結果實撒種嘅比喻裏面咧，哇嗰種爆炸力其實係非常之相似嘅，所以可以類比咁樣去睇嘅喎。而跟住藏寶同埋尋珠嘅比喻係一組啦，因為嗰度講到咧，當人能夠發現天國嘅美好之後咧，係不惜一切代價要得到呢啲嘅寶藏㗎。咁咧就同舊約裏面我哋今日嘅引題經文啦，所羅門去揀選智慧咧係相似嘅。點解咧？因為人其實可以選擇過，你究竟拎住自己嘅手頭嘅財富啊，因為你真係願意捨棄呢啲嘢去得到天國咧？所羅門佢就揀咗要智慧，而唔係為自身嘅利益。咁我哋知道佢揀智慧原因，亦都唔係為咗自己醒目啲，而係為到要管理上帝嘅國家。究竟人係要為到自己嘅利益着想咧，為到天國係願意放棄一切咧？咁而去到撒網嘅比喻啦，咁嗰度咧係講到點啊？末日嘅時候咧，耶穌係會作出審判嘅喎。咁同上主日麥子同雜種嘅比喻咧就好似啦，因為咧總有啲好同唔好嘅人咧會起埋一齊嘅，但係喺到最尾嘅終局裏面咧，上帝會將佢哋分辨出嚟，唔好嘅會將佢踢走去天國外面嘅。而呢個嘅撒網嘅比喻咧，其實同今日新約嘅引題經文咧都係互相呼應嘅，因為咧當我哋話好人同壞人嘅時候，咁可能好多時咧，我哋好容易就話，梗係嗰啲係壞人啦。好似耶穌嘅比喻係俾一個安慰哋，佢最尾都會有唔好嘅下場啊咁樣。但係冇諗過，其實可能我哋自己都會變成咗無能為力嘅壞人咧。就可能明知我哋自己又做咗唔好嘅事情咧，我哋都冇能力去拯救自己。但係羅馬書裏面就話俾佢聽，上帝嘅愛咧係唔會同我哋去隔絕嘅，佢會親自嚟拯救我哋。所以撒網嘅比喻，我哋可以同羅馬書咧去互相呼應去睇嘅。咁講咗咁多，耶穌係咪淨係想講嗰幾個比喻俾我哋聽？天國就係咁樣咁樣，就係俾一個資訊我哋咧？其實唔係嘅。耶穌想講呢啲比喻俾我哋聽咧，背後係有目的嘅。係當我哋遇到呢啲嘅情況啦，甚至可以話係困難嘅時候咧，係想點樣？係想我哋能夠得到激勵嘅。喺人生當中咧，我哋能夠做出正確嘅選擇，就係咧能夠堅定不移嘅去跟隨佢。所以咧，讓我哋去繼續睇經文啦。我哋先去睇芥菜種同埋麵酵嘅比喻。咁我哋會先睇麵酵嘅比喻。點解咧？因為我陣間主要會用芥菜種嘅比喻去講嘅。麵酵度有咩要去解釋嘅咧？咁原來當我哋睇麵酵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認為啦，麵酵係咪一種酵係唔好嘅嘢㗎？因為咧，耶穌喺其他比喻裏面講到要提防法利賽人嘅酵，要提防佢哋嗰種嘅詭詐啦咁樣。咁但係喺呢度咧，我哋會用一個易啲嘅去解釋，比較同上文下理係配合嘅解釋，就係其實咧，耶穌講到呢個麵酵嘅時候，係講到麵酵雖然好細，喺嗰3斗麵嗰度咧，3斗麵即係差唔多40公斤嘅麵團裏面咧，其實真係微不足道嘅。但係如果冇呢個酵咧，嗰啲麵包就唔會發大。所以耶穌係講到天國會點啊？開頭係毫不起眼，但係咧可以發展到好大嘅影響力㗎。咁同芥菜種咧係去相配合，所以咧會用呢一個向度去理解麵酵啦，而多於係咪麵酵就係唔好嘢啊？耶穌係咪提醒咧佢哋啲門徒咧要小心唔好做壞事啊咁樣？所以用一個比較配合嘅解釋就係，其實耶穌都係講緊天國嗰個影響力。開頭我哋睇唔到，以為好細，但係最尾會演變成一個巨大嘅影響力。咁我哋而家咧就仔細睇一睇啦。福音書裏面馬太福音咧13章31至32節嗰個芥菜種的比喻，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咧芥菜種嘅種子係好細嘅啫。咁細到點樣啊？得1至2毫米嘅啫。但係當佢哋成長到最大嘅時候咧，可以去到5米高啦。咁你見到差唔多有即係幾千倍嘅嗰個生長力啦咁樣。咁而耶穌咧喺比喻當中咧，佢講到點樣啊？芥菜種成長
芥菜種成長咗之後咧，會比其餘嘅菜都係大嘅，會變咗一棵樹嘅。如果我哋睇英文聖經嘅時候，英文去形容到菜呢個字咧，佢其實如果翻譯做中文嘅時候係用灌木呢個字嘅。咁呢個咧係細個咧小朋友學嗰個科學嘅時候就會學到咩？喬木同灌木有咩分別啊？灌木就係矮啲嘅植物啦，喬木就係高嘅植物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用一個科學角度嚟去評論耶穌嘅比喻咧，我哋就會覺得哇！耶穌原來你唔識科學嘅咁樣，你連即係喬木同灌木都未識分咁樣。咁但係耶穌所講嘅就唔係一個科學嘅角度去講到話芥菜種咧真係會變成咧可能幾十米高嘅樹，唔係咁樣，而係講到芥菜種去生長嗰種嘅爆發力係本來有一粒種子咧可以變成幾千倍嘅大嘅。比喻到天國嘅影響力，開頭我哋可能睇唔到啦，我哋唔知道啦，不以為意，但係可以發生好大嘅影響力。而且呢個影響力咧係點樣咧？對比起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啦，其實可以同撒種嘅比喻去一齊睇喎。撒種嘅比喻未話最後尾願意聽到嘅人咧係會可以成長到30倍、60倍甚至100倍嘅，都係有好驚人嘅成長力嘅。咁但係喺呢度芥菜種嘅比喻咧，更加係偏向究竟天國點樣自己去成長，而多於人嘅努力。因為喺撒種嘅比喻裏面講嘅係聽到的人要點，你唔好俾其他嘢迷惑啊！你唔好聽完之後就掉響路旁咁樣，聽完就即係左耳入右耳出就算啦。比起人嗰種嘅努力，人子嘅意志力咧，喺芥菜種比喻，耶穌更加強調天國嘅發展係喺佢嘅應許之下命定咗嘅，一定會成長嘅，唔係人能夠阻止到嘅。所以喺呢度耶穌要去講呢個比喻嘅時候，係要鼓勵嗰班嘅門徒，冇錯，可能而家你哋得好少嘅人數，好似冇乜影響力咁。咁但係咧，天國嘅發展已經係命定咗啦。耶穌應許咗，佢會去成長嘅。所以你哋要點樣做啊？門徒就要繼續持守信仰咯，唔好俾眼前嗰啲嘅困難，唔好覺得我哋人數少，覺得好自卑而影響咗。要放膽嘅繼續堅守信仰，要放膽嘅去傳揚福音。咁我哋去睇下啦，今日嘅基督徒有幾多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咁咧據統計咧，全球其實有31%咧係信耶穌嘅人，當然包括埋天主教啦、東正教啦、基督新教咁樣。如果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咧？根據政府嘅網頁咧，大概有13% 嘅人口啦，即係信耶穌嘅。咁咧，我哋對比起耶穌嘅年代，確實係多咗好多人嘅，因為耶穌嘅跟隨者可能我哋成日話12門徒，或者佢有72個俾佢差遣出去嘅門徒啦，去傳福音，亦都有啲婦女跟佢，咁可能人數都唔算好多啫。我哋而家如果淨係計數字咧，哇就多過耶穌嘅年代好多啦。天國咧真係發展緊咁樣。咁但係咧要對比翻成個地球嘅人口總數咧，其實基督徒依然係少數嘅啫喎，尤其是喺香港得13% 到，咁即係少之又少咁樣。甚至可能弟兄姊妹咧，近呢幾年你唔知你會唔會經歷到其實好似教會係好似人數越嚟越少啊！你叫人翻嚟咧係都好困難嘅，甚至可能就算有啲恆常即係已經受洗啦嘅信徒啦，叫佢哋恆常翻嚟咧都未必能夠次次翻遇到嘅。亦都係根據政府嘅調查，其實可能咧得2至3成嘅信徒即係香港裏面咧係經常到教會聚會啫，2至3成嘅。咁即係咧比起嗰啲嘅人數啦，頭先話有13% 嘅基督徒啦，香港咁140萬人到啦，咁其實哇得2-3成，咁又再係少咗一截啦咁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當我哋面對呢啲數字嘅時候咧，見到呢啲嘅數字啦，或者可能我哋都自己經歷過啦，或者我哋嘅感受。哇！當今日睇耶穌芥菜種的比喻同埋呢個麵酵嘅比喻嘅時候，我哋係咩感受嘅咧？即係會唔會都覺得哇！耶穌你係咪呃我㗎？你係咪俾啲空頭支票我咋？點解都仲未見到天國真係發展到好大能夠成為樹木嘅咧咁樣？可能我哋面對呢個現實嘅時候咧，對比起耶穌嘅應許咧，我哋更加容易向現實低頭啊！更加容易去認命，係啊，咁少人嘅，耶穌嘅應許，做到就做咯，唔做唔到都冇辦法啦咁樣，會有一個消極嘅心態。但好似頭先所講，耶穌喺呢度講呢個比喻俾門徒聽嘅時候，係激勵佢哋唔好俾眼前嘅困難去阻攔咗，你要繼續有信心去
傳揚福音，要繼續嘅堅信耶穌嘅應許係唔會落空嘅。我每次翻到嚟永生堂嘅時候咧，其實好得着鼓勵，或者甚至唔係淨係翻嚟嗰一下啦。其實我都不斷有睇大家嘅月刊啦，見到好多嘅事情咧，我係好得到激勵，同埋我真係睇到上帝喺永生堂裏面去作工，去親自去作工。頭先咧我哋都未睇到一句嘅説話，就係其實咧頭先講芥菜種同埋麵酵的比喻咧，大家有冇發覺有一句説話未講咧？就係最尾嗰句，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他的枝上築巢。其實呢句咧係我哋能夠掌握到、把握到嘅事情，或者已經係做緊嘅事情，就係當人嚟到堂會嘅時候，佢係咪真係感受到？我哋可以喺呢度安心立命嘅喎。就算喺社會出面遇到幾大嘅風浪，翻到嚟教會當中，哇！的確有一個去關心我、能夠得到安慰嘅群體，我就知上帝喺當中去親自作工咧。咁頭先講到啦，話喺永生堂我見到啲咩咧？其實回顧一下啦，我記得早10幾年前咧，堂會要開始揾一個明確嘅發展方向啦。咁因為咧，我哋始終係叫做樓上鋪啊、2樓教會，其實好多時咧嗰個地方都唔能夠用到嘅。咁我記得喺10幾年前開始諗下，點樣去用呢啲嘅空間啦，同埋時間啦，即係閒日嘅時唔好嘥咗佢。咁所以咧有一啲嘅社區工作啦，去開展咗啦，亦都請咗社區幹事咁樣，好好嘅去運用呢一個嘅空間。亦都我知道咧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就係因為咁咧而認識咗永生堂，亦都翻到嚟教會當中，同埋教會咧又開始即係嗰陣時啦，有好有策略咁咧去教會要點樣發展，我就有5年嘅計劃。今年我唔記得第幾轉啦，已經有新嘅5年計劃喺度。而最令我驚奇嘅咧就係竟然咧自己嘅母堂能夠開到第2堂嘅崇拜喎咁樣。因為喺我經驗裏面咧，無論係之前侍奉嘅教會啦，或者我識得神學院嘅同學，佢哋嘅教會都係點樣啊？主日嘅崇拜本來有2堂嘅，都要變翻1堂嘅崇拜。咁原因大家都明白但係竟然母堂響即係空間其實相對其他堂會不足嘅情況之下，竟然有第2堂嘅崇拜。去諗翻嘅時候，呢啲唔係上帝親自嘅作工，係咩原因呢？冇可能會發生嘅。唯有上帝喺當中作工，呢啲時間先至即係能夠咁，呢啲事情先能夠咁樣去發生。即係我成日去諗一個詞語就係點樣啦？哇！永生堂好似逆市擴充咁，我用商業嘅角度，當人哋萎縮緊嘅時候，竟然仲可以開第2堂嘅崇拜。所以睇翻自己母堂嘅發展，我真係非常之感謝上帝，因為喺當中親自作工。而最美麗嘅事情係弟兄姊妹，你哋願意去配合上帝嘅計劃。當聽到上帝呼召嘅時候，冇話其實好難㗎喎，我哋即係分第2堂崇拜嘅時候，會唔會唔夠人手啊？會唔會仲可能大家會有揀擇嘅時候，仲可能少咗人數啊咁樣？大家冇因為呢啲嘅難關而卻步，反而係堅定相信上帝嘅呼召，願意更多嘅去侍奉。我記得上次翻嚟係咁啱撞正都係有試緊2堂崇拜啦咁樣。我記得咧係啲侍奉人手咧都係直落嘅，即係做完第1堂咧都係嗰啲侍奉人手。咁如果喺其他教會裏面有2堂崇拜咧，多數侍奉人手都會轉一轉啦，即係除咗講員之外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弟兄姊妹係好願意繼續去留守，為到即係嗰陣時係試行第2堂嘅崇拜去努力，我係非常之感動。而且咧嗰種感覺就係當我翻到嚟永生堂嘅時候，我真係覺得今日嘅經文咧係響大家當中去實現咗，就係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他的枝上築巢。呢句説話咧響永生堂係應驗咗嘅。翻到嚟當中確實係有嗰種能夠安心立命嘅感覺。當你係好疲倦嘅時候，翻到嚟係能夠得力嘅感覺。所以為到大家去感謝上帝，亦都祈求上帝加添我哋力量，能夠繼續嘅去為到佢國度去發展。而我自己咧，亦都分享翻一個經歷俾大家咧，去作為彼此嘅鼓勵，亦都係真係體會到咧，原來當上帝要作工嘅時候，真係會令到堂會咧，好似天上的飛鳥係嚟到佢嗰度築巢，能夠一個安心立命嘅地方。
咁咧喺之前嘅侍奉裏面啦，回顧接近4年嘅時間，你問我最開心嘅事情係乜嘢咧？就係、有一位小朋友咧，佢願意接受洗禮喎咁樣，咁都係比較少見嘅事情，因為係小朋友自己願意去洗禮嘅，唔係佢嘅爸爸媽媽先信主，然後咧有時係被逼㗎嘛咁樣去洗禮，唔係佢自己話要信主嘅。我回顧翻同佢嘅認識嘅經歷嘅時候，即係對佢第一個印象係點咧？第一個印象咧，佢就係一言不合咧就動手嘅，一言不合就動手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衝動嘅小朋友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要明白，即係喺上帝嘅角度裏面咧，唔會因為呢啲嘢咧而卻步嘅，亦都唔會話喂咁樣㗎，唔好俾佢嚟啦咁，絕對唔會。反而呢啲係更加需要福音嘅人。所以咧，我就當正常嘅情況啦，去同佢去建立關係啦，亦都咧嘗試邀請佢翻團契先，因為團契咧有個講法就係點啊，易入口啲噶嘛。你叫佢一嚟翻崇拜咧，即係要坐定定咧，始終都會唔慣。好神奇地咧，我咁樣邀請嘅時候，佢又願意翻團契喎。咁啊團契相對輕鬆啲啦，咁佢又恆常咁翻喎。到差唔多時間咧，我又試下你會唔會願意翻埋崇拜咁樣？好神奇地，佢竟然又願意翻埋崇拜喎咁樣。咁最神奇就係咧，第3樣嘢唔使我開口咧，已經有人幫我做咗，佢亦都願意去做嘅就係一班負責主日學嘅姨姨咧，見到有一個新嚟嘅小朋友去翻崇拜啊嘛，咁啊跟住乘機就問下，你會唔會直落翻埋主日學咁樣？哇！好神奇咧，佢係願意翻埋，即係好難想像一個小朋友開頭咩都唔識，亦都坦白講真係錯誤嘅小朋友，哇！竟然投身於教會當中嘅活動咧，係能夠咁積極嘅，我完全冇諗過。我成日講笑咁話咧，其實咧教會辦公室應該整個位俾佢嘅，因為咧佢本身係課託嘅小朋友嚟嘅，佢1至5就會翻完小學啦，就會嚟到教會當中咧，去一個課託嘅時間咁樣，所以1至5喺度，禮拜6團契喺度，禮拜崇拜喺度。咁其實應該我個位俾佢坐，因為我禮拜1咧我都會放假噶嘛。佢竟然係由1到日咧係冇停止嘅翻過教會當中，亦都喺上帝嘅時間裏面咧，佢竟然願意去接受洗禮。成為上帝嘅兒女，係咁多年嚟都未發生過嘅事情嘅教會當中，我好感動。亦都同大家講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即係我好似帶住佢信主有幾叻幾叻，然後我係喺過程裏面係親身感受到咧，人其實好無能為力嘅，因為你講嘅説話人未必會聽，但原來當上帝願意作工嘅時候咧，一個喺外人眼中睇嚟唔會信耶穌或者唔合一啲人心目中嘅規格嘅人咧，哇！竟然係願意信耶穌咁投入，願意洗埋禮咁樣，呢啲唔係上帝親自嘅工作，係啲乜嘢啊？唔係靠我哋人嘅，亦都上帝嘅旨意。我哋佢嘅美好啦，更加係測唔透。就係當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反而帶領佢嘅家人咧願意去信主。佢媽媽咧就喺上年嘅我唔記得咗係聖靈降臨節定聖誕節度洗咗禮嘅。係個仔先洗禮，然後媽媽願意去洗禮，亦都教會咧同佢呢家人啦，因為呢個小朋友仲有個姐姐同埋爸爸啦，同教會嘅關係亦都好親密嘅，好信任教會嘅。睇到上帝親自俾嘅恩典係幾咁大。當我去問佢媽媽啦，因為個小朋友唔係好識講點解翻嚟嘅一啲咧，即係冇大人講得咁準確。佢媽媽會講得好清楚，就係佢翻到嚟當中咧係一種歸屬感，佢揾到一個接納佢嘅地方，揾到一個接納佢嘅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咧可能上帝未必俾我哋咧，即係好大嘅人數上面嘅增長，可能真係對比起咧，我哋教會依然係一個灌木嚟嘅咋，對比起其他教會可能係一個喬木嚟嘅，人哋人數大好多。但係最關鍵嘅其實係反而係32節最尾嗰句説話，究竟嚟到當中嘅無論係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係咪嚟到我哋當中覺得教會係一個能夠安心立命、能夠築起巢成為一個家嘅地方呢？呢個先係最緊要嘅。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上帝繼續賜我哋力量。我哋唔好俾眼前嘅人數啦、一啲嘅困難，可能阻礙咗我哋嘅心智。反而我哋更加重視係究竟我同弟兄姊妹同慕道朋友嘅關係
我哋同佢嘅溝通係點樣呢？能唔能夠讓佢哋感受到呢度係一個家呢？求主幫助我哋。我哋繼續咧睇第二個比喻，就係或者叫第二部分啦，就係藏寶同尋珠嘅比喻。咁唔再詳細去講經文啦，但係咧就提提大家，咁啊千祈就唔好用一個法律嘅角度去睇，就話哇呢個人實為不報喎，有執到嘢唔報警喎，或者究竟個土地擁有權係咪咁兒戲咧？話買就買到，我哋唔可以用呢個角度睇，因為耶穌講呢個比喻本身想要表達嘅係乜嘢咧？哇！原來人生裏面啊，你擁有一切嘅事物咧，哇！其實原來對比天國嗰個價值係算不得什麼嘅。如果當要去比較嘅時候，人咧只能夠去變賣身邊所有嘅嘢，而去換到呢一個天國嘅，或者我哋再準確啲講就係能夠去進入天國裏面啦。或者我哋換句説話講啊，咩係進入天國裏面呢？點樣先係喺天國裏面？就係你遵行上帝嘅旨意，就喺天國裏面啦。亦都唯有人喺天國裏面咧，先有真正嘅生命。因為頭先都講到啦，其他嘅財寶咧，完全係對比天國價值係唔值得乜嘢，你賣晒佢都唔會覺得蝕底嘅。耶穌正正就係要講呢一樣嘢。我哋人生裏面究竟點樣去揀呢？咁頭先一開始都講到啦，其實舊約嘅經文咧就呼應咗呢一樣嘢嘅。所以咧，我哋都睇下所羅門同上帝嗰種嘅對話係點樣啊？咁內容咧，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咧，就係因為當所羅門佢慢慢坐穩咗佢個皇位之後啦，上帝就喺夢中去顯現俾佢聽，就係我要賞賜一樣嘢俾你喎，咁你想要啲咩咧？咁樣而所羅門咧，佢好識揀咧，就揀咗智慧，佢唔係揀自己有無窮無盡嘅財富。智慧咧其實係好緊要㗎。咁如果你去睇猶太人咧教導小朋友嗰啲書籍啦，佢點樣去教導小朋友嘅時候咧，你都會發現咧嗰啲書裡面咧實有呢一個嘅古仔嘅大同小異啦，就係一個媽媽咧就會問個小朋友假如你一日咧你間屋俾人燒咗，你要走難嘅時候，你會拎啲咩走啊？咁樣咁小朋友最直覺係啲乜嘢啊？梗係攞啲金銀珠寶啦，攞咗啲值錢嘅嘢走啦，因為冇咗間屋，即係都係變賣咗啲嘢就可以生活到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嗰個媽媽會教佢乜嘢咧？你要攞走啲乜嘢？都接近嘅啦。有聽到係咪書啊？好似話其實咧就係叫佢就會同孩子，你要帶走嘅就唔係錢，唔係金銀珠寶，而係你嘅智慧啊！一個咧好擅長經商嘅民族啊，亦都真係飽受患難嘅民族咧，佢哋好重視智慧嘅，因為對佢嚟講，你就算失去咗身邊所有嘅嘢，只要智慧仲喺度嘅時候咧，你係能夠去再次累積到財富，亦都能夠去安身立命嘅。所以所羅門去求智慧咧，其實都幾符合佢哋嘅民族嘅傳統嘅喎。但我哋要留意咧，就係同一般坊間嘅猶太人唔同啦，即係我哋所認識嘅，哇！即係佢哋好擅長經商啊，所以咁叻唔同。所羅門呢度求智慧咧，佢唔係為個人利益，唔係再次為佢追求更大嘅財富，而係咧佢要好好利用呢個智慧去妥善管理上帝嘅國度。佢講到咧嗰班以色列人嘅人數太多啦，冇智慧係管唔掂嘅。所以如果我哋睇列王紀上嘅經文裏面咧，喺3章7、8、9節嗰度咧，佢係好謙卑嘅，佢3次稱呼自己係你上帝嘅僕人，亦都3次講到咧以色列人點樣啊，係你嘅百姓嚟嘅。即係所羅門咧，佢雖然做咗牧王啊，就冇話嗰啲百姓就係自己嘅，咁我中意號令佢哋就做號令佢哋，我話事唔係咁樣。佢反而好清楚3次講到嗰啲嘅百姓係點樣啊，係上帝嘅百姓。咁咧我哋睇到所羅門喺呢個時間咧係非常之謙卑嘅，亦都因住佢嘅無私咧，上帝有一個回應喎，唔單止按佢嘅要求就俾咗個智慧佢啦。咁大家都知道所羅門嘅智慧喺古代係無人能及㗎，最勁係佢㗎。我哋今日睇嘅經課咧，喺到12節就完結啦。咁上帝仲俾啲咩所羅門咧？咁我哋其實可以睇埋落去。如果大家可以打開聖經啦，你睇埋13同14節嗰度咧，上帝俾啲乜嘢佢咧？佢話：你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
俾你的。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律例誡命，正如你父親大衛所行的，我必使你長壽。嗱，所羅門要嘅智慧咧，唔單止係能夠管理國家嘅智慧，而且係佢有尊榮嘅，即係喺人面前咧，哇，覺得佢好叻㗎，好醒㗎。亦都係列王中係冇人能夠媲美到佢㗎，佢係最勁嗰個嚟㗎，喺歷史當中都。而且咧，上帝亦都賜佢長壽。嗱，咁我哋要明白呢度對比翻福音經課咧，哇，點解所羅門咁好㗎？跟隨上帝嘅時候就話有錢喎，咁同經課係咪有啲衝突咧？因為經課叫我哋捨棄一切就跟隨啊嘛。嗱，咁我哋要明白到咧，跟隨上帝咧就唔一定係捱窮，亦都唔可以調翻轉嚟推論翻就係、哇，有錢嘅人咧就一定係唔屬靈，即係千祈唔好咁樣。因為喺福音書裏面講嘅比喻就係、當要去稱嘅時候咧，天國嘅價值係遠超於地上面你能夠人所擁有一切，亦都可能真係上帝要你去選擇嘅時候，你可能真係要放棄你自己財富去得着天國。但係咧就唔代表上帝要你得着天國嘅時候咧，就一定要你下下個每個人都放棄財富。咁我哋要搞清楚，因為調翻轉咧，窮嘅人都可以唔信上帝，有錢嘅人亦都可以好謙卑。咁我哋要明白呢樣嘢。咁但係咧最緊要係乜嘢？頭先同大家讀個經文就唔係話，咁我哋都學所羅門咁樣啦，求智慧嘅時候咧就有埋即係尊榮啦，喺人眼前就係點啊？哇！真係覺得你好醒目啊，好叻啊咁樣，亦都能夠長壽啦咁樣。唔係要求呢樣，反而最緊要係上帝最尾講嘅説話就係、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律例誡命。其實呢個咧先係所羅門或者每個信徒所要嘅真正嘅智慧。我哋可以有世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嘅，有啲謀略嘅智慧啦，有頭先講到話科學嘅智慧啦，係咪？將啲嘢去分門別類嘅智慧咁樣。但係喺信仰上面最緊要嘅智慧，最重要就係咩啊？你去跟隨上帝啊，你去揀選上帝要你行嘅道路去行，唔好按自己嘅心意去做。其實如果我哋要睇翻成個所羅門嘅人生，或者即係每個信徒嘅人生，可能都係咁樣。上帝要我哋揀，即係做最叻嘅事情、最有智慧嘅事情，係跟隨佢，而唔係純粹地上面嗰種嘅能力能夠做到好多嘢。上帝係要我哋跟隨佢。當然，琴日我都好似少少嘅劇透啦，但係大家都應該知道所羅門嘅之後係點樣㗎？佢就取咗好多異教嘅妃嬪啦，甚至跟埋嗰啲妃嬪去拜佢哋嘅偶像，去離棄咗上帝嘅。所以琴先話哇，琴先嗰段説話，所羅門係哇喺嗰個時間好謙卑，因為我哋知道睇埋落去佢嘅人生，我哋就知道哇原來之後佢唔跟隨上帝，佢完全背棄咗上帝。佢即使能夠好好管理國家，但係卻係喺信仰上面令到國家墮落咗。弟兄姊妹，當睇見所羅門嘅經歷啊，其實同我哋會唔會有啲相似咧？我哋都會唔會好似所羅門咁樣咧？雖然我哋唔會好似所羅門嘅年代咧，就有個偶像啦，即係有個公仔喺度，我哋就拜佢嗰種嘅拜假神嘅行動啦。但可能喺我哋生活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嘅偶像，有好多假神影響咗我哋嘅。舉一個例子就係、我哋工作會唔會成為我哋嘅假神咧？我哋嘅安全感會唔會成為我哋嘅假神咧？我認識一位資深嘅信徒啦，咁佢信主嘅年日咧係要用10年去起跳嚟計嘅。咁佢都係一個咧即係為人係點樣啊？都係一個都幾開朗啊，即係願意去關心人嘅人嚟㗎，都做嘢好盡責㗎。可能喺弟兄姊妹眼中咧都好中意佢嘅一個信徒嘅。但係咧認識佢嘅時候咧，最近呢幾年咧唔知發生咩事喎？即係佢喺工作上面咧投入咗好大嘅心力，過晒龍嘅心力。咁其實喺工作上面有熱誠係好事，甚至其實我哋基督徒要做一個好見證係點啊？我哋喺工作上面要盡責，唔可以求其啊嘛。但係佢嘅程度已經係過晒龍啦，過晒公司嘅要求，甚至係點樣咧？影響咗教會嘅生活啦。好多時咧都係靠網上嘅講道啦，網上崇拜係點樣咧？唔好意思，我形容嗰啲為係吊命嘅行為，因為教會嘅生活咧唔係淨係聽到你響網上面參與崇拜，你要同弟兄姊妹有結連嘅生命，嗰個先係真正嘅教會生活嚟嘅。咁當然啦，喺屬靈上面靠咁樣去吊命啦，其實身體上面咧都係靠好多藥物去吊命嘅啫。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都會影響咗同弟兄姊妹嘅關係啦，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因為好多嘅聚會咧，唔係就話要返工啊，出席唔到就係可能辛苦得滯病咗啦咁樣。
咁雖然大家都會體諒佢真係好勞苦啦、好辛苦嘅情況，咁但係咧其實關係，因為你關係真係要建立去經營嘅，唔係話有就有嘅，所以同弟兄姊妹嘅關係係疏遠咗。咁直到有一次咧發生咗咩事咧，就係即係公司咧都會同員工去做一啲考勤啊咁樣噶嘛，去評翻你一年嘅表現係點樣咧？哇！一年咧佢嘅評分係非常之低嘅，唔符合公司嘅期望㗎，而且咧當中咧其實都飽受冤屈啦咁樣。咁咧呢個信徒點樣咧？佢其實係非常之失落緊嘅時間，甚至可以話係崩潰咗，因為佢睇翻自己嗰幾年做嘅嘢係點樣啊？哇！原來係冇意義㗎，因為一朝間就可以失去，而且你原來公司嘅人係唔認同嘅，咁甚至有啲唔公道嘅地方咁樣。而其實最致命嘅係乜嘢咧？當能夠靜翻落嚟嘅時候，因為乜都冇晒啦嘛，嗰下覺得佢發現咧，頭先我話同邊啲關係疏遠話，同弟兄姊妹啦、同朋友關係疏遠，其實同上帝嘅關係係疏遠咗，自己都唔知嘅，因為平時上網吊名啊嘛，聽嗰啲講道咁咪覺得冇問題咯。但係靜心落嚟嘅時候，先發現同上帝嘅關係係疏遠咗。佢找緊咗地上面嘅一切，佢以為工作俾佢嘅安全感係最緊要嘅，但係冇發現好似寶藏同埋珍珠個天國嘅價值先係最緊要嘅，同上帝嘅關係先係最緊要嘅。而且喺天國裏面就好似頭先嘅經文所講，係飛鳥能夠嚟到築巢去安心立命嘅。工作同埋工作帶嚟嘅安全感係唔係令人能夠安心立命嘅地方，唯有喺上帝裏面先令人真正嘅安心立命。但係佢自己就好似飛鳥咁樣啦，即係有毛有翼嘅時候就飛走咗。弟兄姊妹，如果個事情嚟到咁樣咧，即係咁樣就完結咗咧，就係一件好可悲嘅事。但係感謝上帝，佢嘅愛咧真係冇事情可以隔絕嘅，好似我哋今日睇羅馬書嘅經文咁，亦都真係唯有上帝親自作工咧，人先至會回轉嘅。我有時候咧唔好以為有一顆單純嘅愛心啦，人家就會聽你講；更加唔好以為咧，即係對我個人嚟講啦，唔好以為你有傳道人嘅頭銜啊，人哋就會聽你講啊，可能好憎你，因為你指出佢嘅錯誤嘅。嗱，咁樣講嘅時候咧，就唔係話我哋唔好咁樣就唔理嗰啲人啦，就嗰啲迷途羔羊就算數啦咁樣。但係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其實真係唔係靠我哋嘅能力嘅，我哋要俾心機去呼喚嗰啲迷羊。但係咧，我哋真係要明白到，唯有上帝先有能力去感動人翻轉頭。咁即係點啊？當我哋做到好失意嘅時候咧，我哋對上帝依然持有信心。我哋千祈就唔好話反正都冇用㗎啦，咁就唔理嗰啲人。調翻轉，我哋要持着上帝俾我哋嘅信心，繼續去關心佢哋，因為我哋信心唔係擺響佢點樣回應我哋度，而係擺響上帝嘅應許度。我哋簡單去睇下撒網嘅比喻啦，同埋羅馬書8章26至39節啦，先至再講翻究竟呢個真人真事嘅結果係點咧？撒網嘅比喻啦，其實提到末日嘅課題哦。惡人咧就會從義人當中咧就會被分別出嚟啦，就會即係掉佢哋喺天國嘅門外啦。咁咧同上個禮拜麥子同雜草嘅比喻就好相似啦，所以唔多加解釋啦。咁但係咧就好直接會問一個問題，可能弟兄姊妹都會問嘅：我有冇把握進入天國㗎？我哋究竟係義人定罪人嚟㗎？咁樣。咁可能有人會好醒目咁回答咧，就係點啊？我哋100% 嘅義人同埋100% 嘅罪人嚟嘅。咁可能你啲學道班教過啊，亦都係好符合我哋宗派嘅信仰，係咪？我哋信義宗嘅信仰就係100% 嘅義人，100% 嘅罪人。不過咧，喺馬太福音耶穌嘅比喻裏面咧，你就係冇得咁樣去好似騎牆咁樣嘅。你一係就義人，一係就壞人，就永遠冇中間嘅咁樣。因為馬太福音係講緊一個末世嘅時候嘅結局，只能夠2揀1嘅啫咁樣。咁所以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先算係義人啊？咁樣即係我相信大家冇人去選擇做惡人啊咁樣。咁我哋點樣先係算做義人嘅咧？今日羅馬書8章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呼應。保羅強調嗰啲愛上帝嘅人咧，有上帝稱他們為義。因住耶穌基督犧牲嘅緣故咧，人係不再被定罪嘅。呢個恩典亦都係白白賜俾人嘅。保羅咧亦都喺當中啦列舉咗17種嘅人啦、事物啦同埋事件啦，都唔能夠使到人同上帝嘅愛隔絕嘅。嗰啲
即係去上帝白白將耶穌基督去賜過俾我哋人啦。我哋如果願意信靠佢嘅時候咧，我哋確實就係咁樣領受呢個嘅恩典，我哋就俾上帝稱為義人，唔會俾上帝再睇為有罪啦咁樣。所以唯一能夠自救嘅方法就係信靠耶穌基督嘅犧牲，我哋要跟隨主耶穌。亦都喺經文裏面，我會見到啦，真係上帝親自咧叫每一個人去回轉歸向佢嘅，唔係人嘅能力，唯有上帝嘅能力。所以當我哋睇見撒網的比喻啦，或者上星期麥子同雜草嘅比喻咧，可能會令到我哋好驚嘅，因為講到末日嘅審判嘛。但係如果當我哋同羅馬書呢個安慰一齊去睇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上帝其實係幾咁愛我哋嘅。正正因為末日嘅日子，如果成為壞人之後被掟喺天國門外，係幾咁可怕，所以上帝唔願意我哋有一個人沉淪，佢親自派耶穌基督去拯救我哋。凡係相信佢嘅人都能夠得到拯救。翻去琴先嗰個真人真事啊，咁講到個教友咧，其實喺工作上面係大受打擊嘅，但係咧我哋感謝上帝，上帝卻係藉住嗰啲嘅打擊咧，令到佢能夠清醒過嚟個人。唔再將自己嘅時間咧就擺晒響工作上面，唔將安全感擺晒喺度，反而係將佢嘅安全感咧擺翻喺上帝嗰度，視上帝為首位，有咩都係要做咗崇拜先，唔係再淨係喺網上面聽到啦，每一日都係要祈禱先，唔係再擺喺工作度啦咁樣，將個安全感重新擺翻喺上帝度。咁好奇妙地咧嗱。好真實嘅，當你要花時間嚟崇拜嘅時候，你可能要搭車啦，你要用咗嗰個時間啦。你每晚睇聖經去祈禱嘅時候，都係會用咗個時間嘅。你係真係要花時間去同上帝親近。但好神奇地，佢嘅人生就改變咗啦。工作上面咧，可能工作嘅程度啦，未必會即刻改變到，但係咧佢自己會多咗一份鬆容啦。喺工作上面咧，依然都要盡責，唔係就話。就咁就咩都唔做啦，就係顧住上帝嘅角度啦。但係咧，唔再將過量嘅工作量強加喺俾自己啦，更加唔再將做咗好多嘢嗰種嘅安全感啦。其實講白啲係虛榮感嚟嘅，唔再將嗰啲嘅安全感咧擺喺工作上面，而係擺咗喺上帝嗰度。甚至遇到有難題嘅時候咧，唔係再自己喺度苦悶啦，而係交託俾上帝。即使個結果唔似預期，都能夠交託俾上帝。亦都真係好神奇地咧，真係有一啲嘅難題咧，能夠去迎刃而解嘅。一啲之前好擔心嘅事情，居然上帝親自去開路。弟兄姊妹去分享呢個嘅真人真事俾大家聽，係讓我哋見得到上帝唔會虧待一啲愛佢嘅人。凡係願意遵從上帝嘅教導去生活嘅人，上帝唔會去虧待佢，唔會話喺工作上面佢少咗時間喎，或者遇到困難嘅時候唔知點算就掉低，反而願意去親近嘅時候，上帝喺當中親自去作工，親自嘅去幫助。所以弟兄姊妹，唔知大家你而家嘅處境係點樣？有冇俾世務纏身？有好多嘢去困擾住你，以致你咧唔能夠全心全意嘅去投入上帝嘅國度裏面。又或者可能當我哋都有一個穩定嘅教會生活嘅時候，但係見到其他人咧都可能俾呢啲叫做世務纏身嘅時候，佢分唔到身啊！你去提醒佢，你去幫助嘅時候，其實都可能冇咩用處嘅時候，令到我哋心灰意冷嘅時候，上帝今日透過經文話俾佢聽，佢對人嘅愛係不離不棄嘅，可以話俾你聽，上帝愛嗰啲人多過我哋愛佢，上帝更加愛嗰啲人大過我哋愛佢。所以今日我哋能夠點樣做呢？我哋自己都要緊緊嘅去跟隨上帝。當遇到真係無能為力嘅時候，你要相信喺上帝當中有出路，因為上帝會親自作工，做到我哋做唔到嘅事情。佢願意我哋每一個人都回轉成為義人，去跟隨佢。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聽咗3個準確啲講係5個比喻啦，3個部分去睇啦，同埋新舊約嘅引題。其實3個比喻嘅向度都好唔同嘅，佢哋面對嘅難關都好唔同嘅。第一組就可能係我哋人少喎，會灰心喎咁樣，上帝應許有冇真係能夠體現到出嚟嘅，能夠實現到嘅。第二個就係
當要去選擇嘅時候咧，總係會有啲假神、有啲偶像令我哋分心嘅，以致我哋唔能夠全心全意投入天國，亦都有陷入罪中嘅真係好想翻到嚟當中，但係無能為力嘅時候，我哋有嗰種無力感。但係耶穌嘅比喻同埋今日嘅新舊約引題係鼓勵我哋重拾信心嘅，明白到咧我哋生命當中只要願意跟隨佢嘅旨意去做嘅時候咧，呢一個先係真正有智慧、有信心嘅選擇。我哋千祈唔好俾嗰啲嘅難關去影響咗，反而喺困難當中要更加找緊主耶穌基督嘅應許，以至咧每個人翻到堂會當中，真係好似飛鳥咁，能夠喺教會當中安心立命。當有人真係離棄咗上帝嘅家嘅時候，我哋求主俾耐心，慢慢去挽回佢，亦都有信心嘅上帝比我哋更加愛嗰啲人，願意帶領佢哋回轉，去消除我哋嘅無力感。求上帝幫助我哋喺遇到呢啲困難裏面，我哋無力裏面都能夠作出信心同埋智慧嘅選擇，就係繼續緊緊嘅去跟隨佢，求主幫助。我哋都聽咗好多嘢啦，我哋都嘗試去合埋眼，有一段安靜嘅時間，我哋去回想一下頭先所聽到嘅經文，亦都可以去思考下我哋自己最近有啲咩嘅經歷去纏繞住我哋。當我哋感覺到嗰種無力感嘅時候，就係當我哋已經知道上帝指示我哋正確道路，但係因著我哋軟弱卻唔能夠去行啱路嘅時候，我哋求主親自賜我哋力量。我哋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你透過你嘅話語去堅固我哋、激勵我哋。縱然我哋無論係人生當中，甚至教會裏面，都會遇到唔同嘅情況，但係求你賜我哋信心。無論我哋睇到係乜嘢，令到我哋可能真係有灰心嘅時候，你重新去激勵我哋，你繼續賜力量俾我哋去傳揚你嘅福音，亦都讓我哋先去做好自己個人嘅屬靈生活，我哋願意更多嘅去親近你，願意用我哋行動表明我哋係願意去愛你嘅，去跟隨你嘅，亦都賜我哋信心。凡係相信你嘅人，凡係跟隨你嘅人，你一定唔會虧待佢哋。你嘅愛比我哋每一個人更多。可能我哋自己都會有迷失嘅時間，或者見到人哋有迷失嘅時間，就求你親自去挽回，因為你透過聖經應許我哋，你嘅愛唔會俾任何嘢去隔絕，你願意去愛我哋，親自尋回我哋。我哋感謝你，求你繼續堅固我哋，我哋日常生活裏面都係咁樣嘅去依靠你。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願榮耀頌讚歸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上帝，阿門。喺主禱文嘅當中咧，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哋，其中我哋祈願上帝嘅國降臨喺我哋當中。今日喺講道嘅裏邊，喺上帝嘅話語當中，我哋咧都知道天國嗰個如主如寶，亦都咧我哋祈願天國喺我哋當中，亦都好似嗰個酵亦都咧好似芥菜種一樣伸延。願上帝嘅國度喺我哋嘅中間。願我哋咧，亦都謙卑自己，尋求上主嘅智慧，亦都賜下我哋，俾我哋有信心。聖靈啊，讓我哋能夠專心倚賴。我要專心仰愛你，不依靠自己的聰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你。我要專心跟隨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
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肩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将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全用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肩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将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全用你，将你的话语写在肩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将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全用你。主啊，聖靈帶領我哋，將你的話語寫在肩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將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盡你心意，獻上一切。主啊，我全用你。求聖靈繼續引導帶領我哋。弟兄姊妹，既然我哋頭先都以詩歌一齊嘅立願，願意專心仰賴上主去尋求佢，而家我哋一齊以使徒信經公開承認我哋共同嘅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着聖靈成印，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走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3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弟兄姊妹，既然我哋都一齊承認我哋嘅信仰，有立願一齊去回應上主對我哋嘅呼召，而家就讓我哋好好嘅先為着呢個嘅世界，我哋所身處嘅社會同埋教會同心嘅禱告。我哋同心為世界禱告。慈愛嘅天父上帝啊，你係萬有嘅主，你係賜人智慧嘅上帝。當世界充滿住戰亂、分裂、貧窮、災害同埋不安之際，求你將上頭而嚟嘅智慧賜俾各國嘅領袖，使到佢哋唔係單單追求權勢同埋利益，而係專心尋求公義、和平同埋憐憫，亦都求你幫助各地嘅教會能夠喺黑暗當中成為芥菜種咁樣嘅信心去見證你，好似麵酵一樣，將基督嘅愛帶入喺社會當中。
讓更加多人睇見天國嘅寶貴，願意尋求嗰個永垂不朽嘅嗰個嘅珍寶，就係主耶穌基督。上主啊，求你垂憐。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哋為香港禱告。慈愛信實嘅天父啊，我哋將香港交託喺你手裏邊。面對而家經濟嘅轉變，民生各樣嘅生活壓力，同埋前面嘅路可能都係唔穩定嘅當中，我哋求你賜俾我哋有起初所羅門一樣敬畏你，能夠分辨是非嘅智慧，唔單止追求地上嘅成功，更加懂得選擇天國永恆嘅價值。求你堅固每一個家庭、學生、青年、在職嘅人或者年長嘅，叫佢哋能夠喺困難當中仍然有信心仰望你，能夠相信無論係患難或者困苦或者任何嘅事情，都唔能夠使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使香港因着你嘅恩典能夠重新得着盼望。上主啊，求你垂憐。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恩慈嘅天父啊，求你建立好你嘅聖教會，使我哋都能夠明白福音就係生命中至寶嘅嗰個嘅珍珠，願意讓我哋甘心能夠放下自我，專心跟隨基督。亦都求你賜俾教會嘅領袖同工，同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屬天嘅智慧，能夠喺生活當中每一個抉擇都能夠先尋求你嘅心意，唔係人嘅想法。亦都讓我哋嘅信心好似芥菜種一樣微小，卻能夠喺你嘅恩典裏邊不斷成長，成為祝福其他人嘅群體，喺社區當中活出福音，叫更加多人認識你，得着你永恆國度嘅寶藏。我哋亦都將身體軟弱嘅肢體交喺你手裏邊，求你賜下平安同埋力量，保守眾人嘅心懷意念，喺經歷你身心嘅治療同埋喺恩典當中得蒙眷顧，亦都願教會眾肢體能夠彼此相顧，同心代求，一同見證你信實嘅作為。上主啊，求你垂憐。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讓我哋一同讚美上主。願獻我的最好與主，因他將永生賜給我，為我犧牲，受死在身，令我恩惠，為你舉起我的兩手，感恩的祭，今獻給你，頌讚我的永生救主，奉上一切，領受祝福。現在僕人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叫你哋今天早上縱然喺風雨嘅日子，仍可以尋求上主嘅智慧同埋信心。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團契，常與你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主所親愛嘅弟兄姊妹，
你哋要平平安安嘅出去，領受上主所賜嘅恩惠，服侍鄰舍，傳揚基督，榮耀上帝。我是誰？預備童花美女，望美生命只剩一張嘴。我是誰？藏於斗底裏，暗會教人忘了我是誰。人點燈放在燈台上，把一室黑暗都照亮。願能更新披戴你形象，綻放馨香。我是世上的鹽和光，堅守真理不怕要火，將成見於身上，不能隱藏。倘若軟弱不能前往，警醒禱告趕快就光。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光，復興主的國。你是世代的鹽和光，擔起苦痛拯救萬邦，為羊捨身的愛到我豐盛啟航。走入世代作鹽和光，真理真愛竭力傳講。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光，活出主的光。願人能悔改，人間遇見天光，復興主的國。願我哋好似詩歌所講，我哋係鹽同埋光，讓我哋咧一齊去實踐使命。願我哋咧同心回應上主嘅呼召。現在咧請永生堂副主席徐亞國弟兄報告。好，大家好啊！首先網上嘅弟兄姊妹早晨啦。咁今日好感恩啦，有龐英傑教師喺我哋當中為我哋證道啦。我哋希望日後嘅日子都多啲見到龐英傑教師嚟探我哋。咁以下咧就有少少關於永生堂嘅會務報告嘅。首先嚟緊呢，就係我哋會為住2027年嘅執事咧，而家做緊我哋嘅提名嘅。我哋嘅提名期咧已經喺7月1號開始咗㗎啦。截止提名嘅日子咧會係下個主日8月2號。就提名表格咧已經放置咗喺招待區啦。就執事嘅資格咧，亦都嘅基本準則咧，亦都喺提名表上面列出咗㗎啦。如果有意提名合資格會友嘅人士咧，可以填妥表格之後咧，交俾執事提名委員會嘅委員或者吳牧師嘅。提名委員會嘅委員咧，分別有劉佩珊啦、徐雅各啦、袁明華啦，同埋麥志聰嘅。好，洗滌心靈靈修操練祈禱會咧，將會喺8月15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舉行嘅。今次嘅靈修操練主題咧，為呢個聖博德護甲頌。重點會為成人區祈禱嘅。歡迎弟兄姊妹參閱辦公室外邊嘅海報同埋報名嘅。另外，我哋亦都感恩過去啟發課程咧，一直有慕道朋友咧一齊嚟參與認識上帝同埋基督教信仰啦。下一次嘅啟發課程咧，將會喺8月7號晚上6點9至到9點舉行嘅。
咁啊，詳情咧可以喺辦公室外邊嘅海報參閱啦，或者咧向梁牧師或者我哋嘅部長蘇偉恩姊妹查詢嘅。好啦，咁啊暑假嚟緊啦，咁啊就我哋本區咧就會喺8月份兒童崇拜嘅時段咧舉行暑期活動嘅喎。咁啊主題會係同來生命之旅。咁啊內容會有唱歌啦、小食製作啦、手工同埋遊戲等等嘅。咁啊當中小朋友咧會觀察到呢個有機會觀察到幼蟲變成蝴蝶嘅生命成長過程嘅。咁啊鼓勵大家邀請小朋友參加啦。咁啊就本堂嘅小朋友咧費用全免嘅。咁啊可以有興趣報名嘅咧就可以向澳資報名。咁啊詳情亦都可以喺本堂嘅活動通訊裏邊咧查閲嘅。好，咁啊最後咧就係下星期主日嘅侍奉人員。咁下星期會有2堂崇拜嘅。咁啊8月2號咁咧將會係聖靈降臨後嘅第10主日。咁啊主禮係梁牧師，講員係吳牧師，敬拜隊係仰望恩典，讀經，早堂係陳志傑，午堂係林海玲，詩獻，早堂係簡翠顏、梁玉玲，午堂係劉秋蓮、黃色玉，執事輪值係徐雅各，會務報告吳牧師，招待早堂係梁愛玉，午堂係謝桂甜，音響早堂係黃婉芬，午堂係陳新榮，投影早堂係蘇常恩，午堂係陳國雄，插花係簡碧霜，迎新小隊係伍麗賢、李美玲，直播係何仲庭。咁下星期係聖餐主日，商禮係梁牧師。咁會務報告係咁多，咁啊大家可以默禱之後散會。